照南华大学教授的调查，泰林是家己好罗客青多的所在，行业有一般国家喎，其中有香港、香港的青多。上早已經出產幾多的稻米，同樣也歸顯。泰林是家己一定有好的所在，有搭配重要的交通位所，還有四隻邊洋。離沙店家幾多一定鬧熱，搶戲院都有5間咁多喎。正一軍人講明係意大利班呢去來往台北屯家己，2年來以持續喺家鄉泰林推動西里行，為去嘅火車站裝裝日本式小山。路街行過西方嘅夜道，要行得嚟10分鐘都係得哦。唔過聽人講明係呢，而3點鐘可能係冇聽錯會聽嘅係後輩嘅咁多故事。而希望有豐富歷史文化嘅家鄉，會有很多人看得到。比較到保存泰林人嘅共同記憶，講明係呢都開始搶救老戲院，熟悉相關嘅文物。唔過頭下蔡天人唔看好喎。後代還係有人支持伊提天數，都按嚟慢慢地作為2年，大幫一個西里行同戲院重生，泰林日漸日有嘅成功，向前嘅態度也冇強用嘅。起來起長從國歌，透過群天上一塊頭天朝都係安用。據幕紅標冷天上小軍春暉，推下關注，啲啲老素材看到天上看到當落溫。有電影的時候，我攏會甲阮囡仔講，我特別來看安尼。想做愛來遮看。係，我感覺只要呢吼，迄個回味迄個較古早的迄款迄個建築啊，有這個古片的呢吼，感覺足好看。因為甲戲院的老闆吼，因都足熟的嘛。所以吼，攏會定定入來看電影門錢啊呢。以前的所有的一寡物件，真正愛從老電影裡面看到去回憶，真正很珍貴的東西，真的現在都看不到了。兩位係家己泰林嘅萬國戲站收起來過後，是票本意開卡拉 OK 店，2000年卡拉 OK 店未冇做嚟，出標記很多件。小軍見面遲到打掃，結鐵簽到錢來漲，不足麥當勞嘅老戲站冇條件提供出來。我覺得大林一直在沉睡啦，哦，那很多人就覺得說，這些東西留在這邊吼，根本沒有用嘛，然後就想要把它拆掉啊。那就我的想法是說，吼，你拆掉一間少一間。哦，那如果說你全部都拆除的話，你大林就沒有什麼歷史可言，阿公也沒有什麼故事可以講給小朋友聽。哦，那你大林人就沒有根了。大家也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事情，然後也都是好奇的眼光在看，然後說到底是做得起來，做不起來安尼啊？對啊，就是說觀望的居多啦，但大多數還是都樂觀其成啊。對啊，當看到那個我們有這個成果出現之後，大家就很認同。一站時期，只為淘米統一嘅貢獻都好，泰林是係家己提出請嘅鄉址，國家限住4隻軍上，細細一隻泰林出咗5間戲站。除了兩下看到已經正好在嗰啲中間萬國戲站，泰林戲站已經拆體嚟，通常都航間中山通未強對半年拆體，但為2間東亞老新戲站，兩下是係標記限。早期除了有歌仔戲、布袋戲以外，那同時。哦，那最有名的就是脫衣舞。在後半段，我們看到這整個倒塌的是那個以前的戲班休息區。對，那戲班休息區在那個整個船埠下面它那個下面還是那個防空洞。東亞戲站本單安道指揮戲站係泰林千軍中建得起戲界。你當初哪會想講開一間戲院？阮老的講啊，要這電影要留言啦。才去想講創這啦，做電影啦，做歌舞團啦，做布袋戲啦，攏有安尼。攏有。哦，啊，敢有足濟人來看誒，頭有，啊，到尾都電視出來都較無人啊。右下角那邊有一個
昊天歌舞团，对，然后一个叫明华。姓什么不知道，就是明华先生，嘿，对，他就上面就留着嘛，哦，那个一人游天下，戏院是我家，何日得光明，方得回吾家，对，他就是描述这种戏子，然后就是你要全省各地去演出的这一种心情这样子。日头下山嘅風下見到冇錯戲展嘅，看起來很難半夜遲到節目，行到全國再見得起介紹是戲嘅那一件人山戲展，下後埋睇按到新戲戲展，頭前出係介紹是嘅球衫款，動到見地上鬧熱漸漸。因為以前阿兵哥休假少，那加上一些大陸老兵很多，對，那他們有時候需要一些排解啊什麼，那就是那時候鎮長就是在這邊蓋一個救援環，然後這邊就把它整個用成一個風化區。雖然幫每戲展未半年貴做卡拉 OK 店倆到，不過對韓流行類嘅路橋本物，還係看得出該動年嘅發展。就是政府規定一定要繞軍票啦，所以我們這邊看到是那個繞軍票的那個票本。繞軍票比較特別的地方，它是有限那個有限場次，哪幾個場次是有提供給阿兵哥的，對，哪幾個場次是沒有這樣子。睇你講面係去到風俗時，看到人真機會台上喊出來，即下出場行轉路頭牌。那因為以前的電影來講都是好幾個膠卷，那我這一卷快放完的時候，我就放到咪機去放這樣子。那以前燒燙金棒嘛，這個打開，然後它有一個那個燙棒放進去，它可以這個是調整它那個焦距，那投射出去，螢幕是在最前面這樣子。然後老天奶行哪處係交件匯報，都係透過留下來嘅。因為戲院它最後生意其實也娛樂越來越多了嘛，像說那個什麼收音機、電視機發明之後，那想要說挽回一些觀眾嘛，那所以他就開始播放 A 片，好像說這個牆壁上就有惹火的女人啊，這些都是 A 片哦。這個以前大的這個膠卷片哦，像這個是賭王鐵金剛哦，那小片的部分就是廣告。哦，那個玉女乾哥，哦，那個以前的那個廣告片，就是那個在播映電影前之後，播映電影之前，他會播放說我們下集要播放什麼影片這樣子，這是一個廣告片。這邊有很多就是那個當時的那個播映師，他有留言呐，就是有一些時候就反正在這邊無聊嘛，那這邊又很悶熱，對，那就會寫一些有的沒的東西啊。時間轉動路頭牌，出天地高見片，天體魔力嘅概念，顯然模仿從天上嚟，或天上砍板嘅師傅，美國不將為南為前條路。即嘛畫這布景啲哦，這算古代式布景。因為布貓死講，所以你就愛插個肉，互伊入食入去。電影廣告伊是有打底色擺地。14歲那發俾陶傑已經50年，全面山係天上實業，貢獻到好解世界嘅見證者。已經為咗地景嘅啦，哦，像拄仔咱講過嘅迄大林戲院啦，吼，東亞啦、新星啦，安尼啦，萬國戲院是較慢。迄當中生意敢有好？哦，足好啊！阮內面加思想啲幾十個嘅。真濟哦。係啊，足濟嘅。哦，啊，攏畫袂起安尼。係畫袂起，好，做咩做啲咱做3更半暝，啊，師傅若無叫你休困嘛，唔敢休困，一直做，因為工課攏趕袂出來啊。對水風險到點索索，現在生態嘅轉變，佢提早感受。到我當兵2年期間，演變上大，當下就攏無啊，當下已經攏剩體海報啊邊個，迄個劇名吼，迄節目名佢寫個大字安尼爾，啊個主演名啦，啊導演的名寫加一個安尼。日同發表貴族嘅色調，全面山下後轉做不退戲兩條民俗布景，人工陶器重新陪伴兩條，當做視覺效果。我咧做嘅物件就是較有迄個層次感，所以大家感覺，我嘅物件會較有影，迄個畫工啦，迄個筆畫吼，會較優秀，啊較注重迄個立體感。老師傅聽你視台內進戲，老戲展入嚟新生命過後，未入嚟冇強上界進步。可以整修起來的戲院不多，對，那我們希望說萬國戲院它是一個例子，那它可以變成一個台灣的一個影視文化一個亮點，對，那借由這個亮點，然後吸引更多人想要來這邊看，那想要來了解大連。連水果大24點鐘攏無咧打烊的，為什麼？這條路吼，大部分開的吼，唔是茶店啊，就是酒店，哦。24點鐘攏在開，我們大連吼算是吼，我覺得吼，它像是一個睡美人吶，它現在是被時光凍結住，吼，都一直凍結在以前吼
冻结在以前呐，哈，所以目前虽然说不热闹，但是它很多东西都会留下来哈。其实希望為咗下到言論人士加強咗基站，國民喺廠頭奉公同印尼中社獻地下來了解台點嘅股，專會係點樣路行發布消息，咪唔是榜樣，但廠發同為咗激動人來，幾咪唔啲，唔過佢講儲存強制沙體，幾咪為圖。曾經最多有60幾個人來，也有人包遊覽車來這樣子，對啊，人少的時候就1、2個這樣子，對啊，所以其實也都無所謂啊，反正我就是說。起碼人家願意來認識大林，讓他來這邊進駐哈。第一個變他的一個展覽室，那第二個我們也去找林青霞，因為林青霞是我們這邊的名人啦。啊，我有去找過他，簽書會的時候我有真的去找過他，也跟他談過。那如果 OK 的話，他願意把一些他以前的拍電影的一些服裝啊、一些道具哈捐出來，這都沒問題。因為他還是對大林非常懷念。大家好，啊，無啦，我帶人來佚佗啦。帶人來佚佗啊！這以前都是賣鐘錶的啊，這邊就是以前賣鐘錶的啊，很多鐘錶還留下來啊。伊即擺是多元化經營啦，賣手錶啊，冇啲加頭毛安尼啦。啊，我做技工。用外國藝人做中心，房產後300年的時間樓改做範圍，結合轉紅嘅點啊，同類影客直鋪是自己行，為漢人也是台點。这金蟬就是金蟬脱壳那个金蟬，一般都是吃皮肤病的啦。它的壳嘛，就是鸡神那康嘛。对。哦。它这个地蜈蚣，它不是真的蜈蚣，不過它是長在地上，它很多鬚啦，它感覺它是叫百足，就像蜈蚣一樣。60年嘅羅漢肉店已經傳到第3團結，上週台點嘅中式肉店有幾多年地冇。因為我們以前這邊就是先民比較強悍啦，所以常會械鬥。所以這中藥店第一個會多，第一個就是因為械鬥。那第二個，我們大林後來是推向情色化，推向情色化。我剛剛陶哥講嘛，足夠英雄心態力嘛，所以需要補一下。都養生啦，強身的話，都中藥房的需求是很大。所以你看這一家，那這一家，對啊，然後沿途就很多家啊。以前的話，應該全盛時期可能大林得到40-50間可能有。來到行業見店，頭前保留50-60年老屋嘅標，係為適合北歐熟結嘅風格，設計係新舊中夾，改變至百年對木匠烘嘅元素。除了驗光配鏡照，它還有其他附加的功能。那我們就會想說，其實我們這面牆其實它是可以有利用價值的，所以我們就跟一些在地的畫家合作。那之前是一位在地的畫家，那這次是南華大學的學生，那他們的作品就是剛好也是畫大林的，所以我們就辦一個活動，就是來實性看大林這樣。其實行兩日里10分鐘就行睇咧，唔過天然公民係行3點鐘都行唔透。台點中意甚至爭啲，貴造型係項目嘅點啲嘅唔估值。雖然下就是頭還會起上差嘅撈，唔過佢講我也是台點3年留讓未行啦。大林是有自行車步道，那自行車步道它是延續以前台糖的那個鐵路，所以它可以走比較遠，可以看到很多大林的歷史，包含以前的古戰場啊，可以看到林青霞以前住的地方。不知道說這延伸的旅遊延伸的深度還蠻深的，對，因為本身之前當兵的時候是在大林的起點，可是對於這裡當地的一些沒有那麼清楚，沒有那麼深入的了解。本來只聽說過大林這個地方，可是對大林鎮上的一些東西不太了解。這次參加這個就覺得，在地有一些人幫助大林發揚那個觀光，還蠻不錯的。因為平常就是我們帶小朋友嘛，都是開車子所以很少會到這種小巷子，車子比較進不來的地方。因為這些景點我們以前也沒有參觀過所以覺得很新鮮，而且覺得很有特色。6年來，公民係繼續推出發圖，本單5年同嘅鄉親咪天天嘅本幾感同到。一開始小旅行的時候，鄉親也覺得還沒可能有人來。對，你要叫鄉親來，那更不可能。或者大家你給我來看這個，我打剛經過家，我覺得沒有什麼東西。對，那所以我們就想說，好，那我們換一個方式，我們借由小旅行吸引外地的人來。之前有一個阿桑，他甚至我帶小旅行的時候，他都會講說，這頂人是安怎好霸行來家，我們才被衝啊。那後來我在今年過年的時候，
我看到他的亲戚朋友回来，他既然带着他的亲戚朋友来走我这个小旅行的路线。其实我觉得，一个地方要变得好，不是一个人、2个人的力量，真的是要很多人，然后很多同心的人一起努力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就他不嫌弃我们的店，那我觉得，那我们也很愿意做这样的分享。明赫的带动之后，我觉得如果可以挹注一个新的力量，这样子的话，对大林的复苏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帮助啦。所以他只要有办活动，然后我都尽量会去配合他。因为在个本人看到台顶嘅好讲机，青转台顶边拢是多罕见嘅东西，普是普跳停停嘅做，为本人听不用睇嘅台顶，在个发展风行起来。能不能做到怎样？说实话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只相信说，只要持续做，就有机会。